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9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南区资深的议员周丽珍上午的总质询，除了要求安平区的古迹爱延长开放的时间以外，嘛锁定特色公园的建设，要求市府参考日本的设计，打造属于咱在地方的特色公园，才会当吸引观光客。议员周丽珍表示，因为看到日本Okinawa特色公园有649个，而且2-3档拢会换新，成为照顾当地囡仔真好的资源。嘛，可以为了体验专程带囡仔前往旅游，所以伫总质询要求市府参考因的优点，而国内部分才当参考屏东永大公园，毋望用你在地文化风格来普遍正式。设施的完善，共融式的游具。还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都不是罐头，也不是一模一样的复制贴上，每年还建新的，2-3年就会改变一次，每次都会比上次更好。有很多人都是为了特色公园过去的，全家人旅游，不是现在去日本，不是说只是去看风景、去看环境文化，现在多了一项就是体验特色公园。一个好的公园可以留住孩子的需求，留住父母的想望。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取舍，就是在最基本市民的最基本日常需求上，我们先去满足他，然后这个行有余力，然后这个他要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的话，我们再把罐头公园提升到特色公园，那把特色公园做得更好，维护得更好，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小孩子的健康杀手。议员针对特色公园嘛进一步建议，安平伫港滨历史公园所要规划大型示范型特色公园，以附近台湾船等景点作为枢纽，加入海洋作为主题公园，同时要求启动公园搬迁计划，甲公园管理主题条例，充分纳入民意，互未来建设更打进民众需求。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如何缩短城乡差距是市长黄伟哲竞选时阵的重大政见。议员彭益丰伫总质询就指出，北门嘉义等所在部分道路严重破损，结果受限于经费一直拢无改善。对此市长回应，有真深的感受，所以伫有限的资源之下，一定会针对道路顶人民的基本需求优先来施作。议员彭益丰上午伫总质询，以北门、嘉义、将军等部分的道路建设明显坎坎坷坷，甚至已经有崩塌情形。不过也是受限经费，一直无度改善。议员烦恼城乡的差距愈来愈大，认为37区都是市中的囡仔同款，道路就亲像衫，不过衫若破破烂烂，阁无换新，等于是囡仔无人听，表达无奈。对此，市长嘛答应会努力改善，优先施作。咱市长看到这，你有信心吗？改善啦哦。我会努力。那么要哪互咱这城乡差距对拉近，互市民有感。我相信咱市长呢，这最近以后要努力的目标啦，以有限的资源来讲，对着这个生活基本需求，包括山区的农路，包括商业道路，包括这个，那你看这北门区的咱的这个庄内弄，这拢是我未来爱来优先来做的这个物件。另外，有关6座会议上老人的健保费无度补助，以及房屋税连3档增加，拢互地方相当怨叹。所以议员嘛以台中市长林佳龙因为取消健保费补助落选为例，要求市长思考如何补贴，互人民有感，也无后一届选举就爱保重。但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台南铁路立体化延伸到永康定案以后，善化区的居民嘛希望会当延伸到善化，将铁路改建为道路，降低当地交通的冲击。对此，交通局表示，这个部分市府已经向中央争取可行性评估。另外，针对
中心到底敢有谱？议员也建议市长举办公投。议员林志典表示，眼看新市甲成化地区同款人口密集，长期被代替铁路造成都市空间的分割，严重影响沿线两边区域的平衡发展甲交通的冲击，所以要求市府延续铁路立体化到眼看的建设，去向北延伸到成化的可行性研究。地下经费遐尼济吼，中央也敢要支持较高价呢啊！啊，若坚持要地下，安尼拄啊含机会嘛无，啊所以当然咱做地下，大概是一定支持咯。我嘛希望讲看全台湾的铁路都能当地下化呗。问题咱的财政到遐，还搁来支持这经费。啊，他的也讲以后可能嘛，其实是中下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些平交道的改善啊，所以阮哥来启动呢啊，另外一个计划来讲啊，甲中央搁来争取啊。做这个可行性的一个研究，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把新市啊、线化这部分，因为新市上次收高价呢，嘛是地方啦是个有些意见哦，讲啊，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地下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讲线化这部分呢，做会来做一个研究安尼。另外，台南新市政中心的规划目前进度如何，嘛成为这届议员普遍关心的焦点。会中议员林志典嘛表示，为了避免公布以后会引发炒地皮的争议，所以建议市府举办公投，和全民公决，用民意的基础来决定，包括敢有需要兴建等等，嘛减少市长施政压力。但新闻顾问之林跟采访报道。安南区一位高龄90外岁阿嬷，甲伊60外岁查某囝，因为无钱纳厝税，被厝头家赶出去，伫外面流浪。委会里长蔡和芳发现之后，赶紧找所在互因住，佮联络社会局。议长郭信良嘛准备5万块的善款，上好亲身前往慰问，希望帮助因渡过难关。担任市议会议长郭信良甲济关心这个案件的议员，以及陪同来慰问的政府官员，一个进入因住的这个所在，规间厝空空，因为这对母女经济上已经非常的困难，日前因也无厝会当住，连高龄90岁阿嬷拢困伫路边。好伫家在梅花里的蔡和峰里长及时发现，这个议长嘛准备了5万块的善款，希望会当帮助因渡过这个难关。因为经济较无好吼，因查囝佮去咧打工维持即个收入，欠增加的租金呢，过6个月，所以厝就无爱租的嘛，所以拢爱大量点互咱的里长发觉到，社会大众都非常关注这个案子。那我们站在台南市议会的立场，今天特别邀请了王金德议员、黄立朝议员、李宗诚议员，代表台南市议会来这边加以给他慰问。那我们先呢颁慰问金5万块，希望能够让他们暂时度过这个难关，也希望社会局呢在1个月以内尽量协助积极办理好他们最好最优惠的台南市政府的福利措施，让他们有感觉得到在台南市的市民是非常受到人家的敬重和关怀的。那社会局呢也派了主任秘书来，那希望在里长共同的关心之下，能够尽速来办理这个事件，这个社会大众抛砖引玉，也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多加关怀。随后，议长郭信良嘛交代社会处的主任秘书主动爱好好注意关心因的经济状况，并且给因上适当的帮助，希望给因会当感受到台南是一个充满爱的城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台南在地企业家投入电影产业，选伫无真济的档期推出充满台湾风味的布拉太子黑色喜剧。因为这出电影全部拢是伫台南翕的，所以9号下晡特别伫台南举办电影见面会。相信台南的民众看到这部电影，一定会感觉场景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部《布拉太子》的电影场地全部拢伫台南。电影团队为了感谢台南市政府的协助，特别伫9号举办感恩电影见面会，市长王伟哲嘛亲自出席，并呼吁市民爱多多支持台南元素的电影。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啊！除了支持我们的国片之外，也支持我们来自台南、生在台南、长在台南的这个从台南出品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电影，那尤其对于未来，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工业值得鼓励之外，我们相信许许多多的本土文化的爱好者，许许多多的这个艺文的爱好者，大家都能够翘首期待。会中电影的演员嘛拢到场甲民众见面。这部电影以着黑道的继承人想要设计内衫为主题的黑色喜剧，内容探讨爱情、亲情、友情。并邀请3位影帝参与。电影出品人杨春娥女士致辞的时阵表示，希望市府未来会使更加支持电影的创作。一路来哈，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国片真的是需要各位的支持与协助，它真的非常不容易，不止民间企业要来支持。我在这边，因为很多的政府官员在此。我在这边郑重希望我们的政府单位也可以给予最大的支持与协助。那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那我们的表演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助力好看的一个电影。那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多为我们支持。这届特别将上映的日期选伫10号母亲节的档期。出品人就是希望将这部片送给伊的妈妈甲全天下的母亲。电影团队嘛希望全台湾的民众会使多多入场看戏，带动台南的电影产业。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安南区知名餐厅的头家蔡瑞成，因为常常为家友甲落水族群免费办桌，所以有爱心总铺赛称号。现总是这份爱心将要扩大到国外。爱心义组团受到日本大阪教会邀请，将伫母亲节之后出发到当地，为日本弱势朋友献上来自台湾的关怀。爱心总铺师蔡瑞成3度受到日本大阪教会邀请，前往当地进行义助的行程，同时佮结合台港渔林严荣宏总经理、罗西西、李柏林、汤格伟、林正等爱心的同好，联手组织。要用3点钟完成250份充满爱心的府城沙白鱼料理，要来温暖日本弱势朋友的心甲胃。今年的话，我们就结合日本料理的冻的方式，用我们酱卤的虱目鱼，然后我们台湾带过去的笋干，还有我们自己做的一些菜，用那个冻的方面去呈现。因为甲合作苏博处理苏博鱼袂参跟台南的沙白鱼同款谐音，希望因来。吃了这个料理的话，会除了温暖人心的话，还会怀念这个味道。因为肯定蔡瑞成一家人的爱心善举，市府甲议会嘛联手赞助经费甲物资，有助活动顺利。特别呢支赠2万块的，帮助他去那边的话，鼓励拓展台湾的名气这个厨艺。感谢贵单位让我们有机会参与我们这次也特别精心选用了这个，也是我们台南市脊髓损伤者协会他们伤友们亲手来制作的这个台湾造型的凤梨酥，还有呢，我们也提供了台南特色的一个相框纪念相框。除了市府甲议会赞助以外，台南天龙慈善会、牛头牌食品。四成村卤味以及真侪爱心单位嘛拢出钱出力，就是希望会当互日本的弱势朋友感受到来自台湾的关怀，促进两国之间的友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上午举办母亲节表扬活动，表扬北区11位模范母亲。
由科长李焕新致敬纪念牌甲礼品，鼓励这模范妈妈无私的奉献。为着感念妈妈的伟大，北区区公所特别举办活动，表扬北区总共11位的模范妈妈，包括10位慈惠妈妈甲1位自强妈妈。因拢是伫咧生命道路上对子女无私奉献，有的甚至小爱转化成为大爱，成为服务志工，来帮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也互大家对因拢感觉到满满敬爱。社会当中确实有女人不平等的现象，然后特别重视咱妈妈，因为咱拢是对妈妈的身体出来，所以对妈妈的敬重我想虽然爸爸有贡献啦，对妈妈更较敬重。妈妈伫咱的社会当中，伫咱的厝内底就扮演着第一支持咱的翁婿，第二支持咱的囝儿，不管对社会也好，对家庭也好，拢做出诚大的贡献。那咱即台队嘛是透过咱所有里长伫咱里内底安尼精挑细选来选出来，拢是咱里内底人民的，所以足以代表着咱的北区作为母仪的典范。所以伫咧遮嘛代表着咱的所有好朋友来今仔日来甲咱遮妈妈致上12万分的谢意，感谢大家。一寡伟大妈妈伫咧厝内底的人陪同之下，徛上台顶接受表扬，互大家拢会当看到爱家庭、爱子女的完美典范。北区区公所也特别准备鸡卵糕，要互每一位妈妈，祝福因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喜球万丰宫主事主业里3位千岁，每个王爷圣诞拢会举办活动庆祝。今年各项民俗活动，佮结合高背景接收、歌戏、求发财金等等，为5月10号开始，连续1礼拜，邀请民众去倒热闹。南区喜球的万丰宫一直拢是当地信仰中心，所以每到王爷圣诞的时阵，信徒拢会非常踊跃的参加。这几年嘛开始以着文化季的方式来扩大举办。结合侪传统的民俗活动，以及当地的美食展、甲戏剧的表演，要互信众会使感受到王爷的神威。今年嘛将伫10号开始，连续举办1礼拜的祝寿活动，庙方嘛热情的邀请民众来参与。迄个个爆发财金，迄个个民俗表演，咱喜球啊国小，咱地方的喜球国小、南宁国中一寡民俗表演，啊，搁有一寡较传统的，迄个个南管，喜球啊国小，咱大庙支持的。南管的表演，甲咱迄个个歌戏春美啊公演，迄个歌车动，迄个个爆发财金，咱祝寿，各交背景来咱喜球大庙来祝寿，尤其是较特殊的祝寿，就是讲阮的囝庙伫迄个个南亚溪中部来祝寿的是有真庞大的祝寿团，有3母千岁，因为神威显赫，会当大家信徒拢真踊跃来参与。尤其是平安宴，拢会来参与。咱交有政治现金、现金也真济，当拢有一个心灵来感应希望咱所有的信众大家会当踊跃来参与。今年的重头戏就是烟火瀑布的表演，甲信众的摸彩，同时嘛会使颁发财金，有价起因上亲命的信众前往祝寿祈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本地将最好的天气，温度25度到29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5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